今仔日是光复纪念日，中国迄边说嘛是办纪念大会，佮邀请台湾各界代表出席。咱陆委会是早就宣布讲，禁止中央甲地方的公职人员去参加活动。因咱明年7月开始，公务员要去中港澳，嘛爱事先通报，若无会处罚。不过，这在野党的立委就质疑讲，这是无效果的，可会造成民众困扰，嘛会去影响到学术交流。不过，这陆委会迄边是甲因回应讲，两岸条例内底本地就有明文规定，依法行政。为阻止公务员违法去大陆进行一直发生，陆委会教会公布修正公务员赴陆港澳相关规范，后续将学校公务员落实。相关公职人员去大陆爱经过许可，等下台湾也通报事由甲行程，维持政治重大100记2摆大个免职，要在明年7月14。有特定身份的人，不管是我方的人还是对方的人，都会给予特别的规范限制。这个是基于两岸交流在一个对等、和平、尊严的基础之上，我们希望不要危及到国家的安全。根据陆委会公布的建议定处原则，违规包含无经过许可去大陆等台湾无写赴陆人员返台通报表，等台湾古站或者是无详细说明事由甲行程，基层违规300记1摆大过，各界违规100记2摆过。不过，在野立委质疑，可能无效果，个扰民，甚至出现寒蝉效应。目的就是要让学术界要晋升，制造更多的寒蝉效应。未来即使有学者前往大陆交流访问，也会被贴上标签，形成自我审查的机制，变成是在台湾内部找敌人，而且也在升高两岸的这个恶意的这个螺旋。请陆委会不要一直只是在制造两岸的这个紧张。陆委会回应，交量化条例第9条规定，公职人员去大陆，按照制定关键不同，爱经由内政部或者是服务机关许可了才能去大陆，是落实法律规定，各配合人事管理措施，依法行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